本澳現時嘅11間衛星賭場嘅3年過渡期將會喺今年年底屆滿。出年起，衛星場只能夠收取管理費。有衛星場管理人員認為新模式下，衛星場難有生存空間。有衛星場員工就憂慮工作前景會受影響。新博彩法中給予衛星場3年過渡期，將會喺今年底屆滿。出年元旦起，衛星場只可以收取管理費，不得收佣或者係分成。但管理費點樣釐定，至今未有公佈。有衛星場員工憂慮，如果衛星場未能夠順利過渡，工作權益會受影響。如果衛星場嘅期滿之後，我哋會何去何從呢？係出翻去做翻裝好啊，定還是究竟需唔需要調去其他部門？唔想好似之前咁調去其他部門，又冇一個正式嘅工作崗位。之前有啲同事就調去做執房啊，調去廚房切菜洗碗又有。擔心係如果老細係經營嗰個動力減少咗話，我哋員工嘅福利會唔會都相應減少呢？咁樣亦都屋企有老人家有小朋友，咁都即係第日收入減少嘅時候，可能就未必夠開支啊，咁樣都比較擔心。有衛星場管理人員認為，新模式下衛星場難有生存空間。如果將來嘅管理費用金額唔合理，衛星場因退場而無法償還銀行貸款，有機會引發金融危機。建議根據衛星場業績調整租金。咁所以始終方向上，我始終無論係咩協議都好，希望係按住一個可以繼續經營落去嘅方向，個事態希望係向呢個方向促成去協調同埋發展嘅。咁我諗政府佢如果有得呢個承諾，話承辦公司有責任要妥善處理翻好佢哋自己聘用員工，我相信喺薪酬福利待遇方面就應該影響唔大嘅，反而就係佢日後配對工作上，即係大家都知道，雖然有責任要去妥善處理翻啦，但係未必話真係可以完全話，譬如工種可能已經未必再有同一個工種俾佢做，咁就會轉去做咩工種。李良汪希望政府盡快釋出更多相關資訊。澳廣司記者余平報道。